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原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听某令较赢拜神明。拜神明是宗教信仰，侪人若拄着无顺时，也是需要做重大决定时，会去庙寺拜拜、跋杯，请神明指点，家己想过才决定。一边有通参考，一边嘛望神明会当保庇。翁某生活做伙，照某的想法去做代志，翁某共心得到的效果赢过拜神明。搁再讲，若神明的指示甲某无共的时，若坚持要照神明的指示，却失去某的支持，想要成功，恐惊会较恶。即句俗谚嘛有考西查甫人结婚了后，甲某的话当作圣旨，完全无家己的主张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